呢度就係玉林機場，而家有機咧直接喺玉林飛去深圳嘅，咁就有間餐廳啦，咁仲有個貴賓休息室。啊，有冇餐廳啊？冇餐廳啊？有冇餐廳？什麼？哦，沒有，餐廳冇。這不是餐廳哦，啊，貴賓廳。貴賓廳冇餐廳嘅咯。外面是餐廳。啊，就這個。這個是餐廳。啊，好。呢個機場都係啲細嘅機場嚟嘅，都有啲人等上機。咁仲有間便利店啦。有啲按摩椅俾你哋坐下。呢個叫做玉林嘅福田機場。一眼都望晒啦！呢度就係咁噶啦。以後去玉林就方便好多。準備搭嗰架飛機就係喺玉林去深圳嘅，咁啊預計起飛就係4:10，大概去到深圳就係1個鐘頭嘅啫。我今次嚟玉林呢，就係由西九坐到去廣州南，由廣州南就坐到去梧州，梧州再轉去玉林嘅，咁都好轉接嘅，全程都係高鐵。咁而家就走嘅時候就搭飛機，好似舒服好多個感覺，唔使話哇好多人喺度逼啊，又趕住轉第二班車啊。去到深圳呢，我哋就睇下會唔會有車直接返到香港。呢次係第一次喺玉林轉機去深圳。如果舒服啊，以後都係揀呢個方法㗎喇。真係冇乜人搭喎，呢啲。嗰邊就有個吸煙室。我再望望下機場周圍嗰啲景色。
8號咧，我估係大機嚟嘅，我抹過呢架係細機。登記四川航空啊！機場都冇停有飛機嘅喎，嚟得一架定一架。外面去上班了，我已经感觉到很烦了。哎呀，天呐，真的感觉我真的不想干了。我是牛马，我也不想搞这种。便宜又没有之前的活儿。前期的话，只能跟那种又便宜，然后事儿又多的。四川航空啊！你自己说的。欢迎登机，下午好。小心是您可以放脚下前面。你是小陌生等的上面这边对的啊？哦，好。欢迎陈静，你好，下午好，您在这里啊，38排。啊。可以啦，小朋友，当然啦。久等了，里面请，欢迎请。你好，里面请。話咁快就喺玉林飛到去深圳機場，咁呢，一出咗機場呢度呢，喺呢一邊就係肯德基對面有個叫香港專線，咁呢就係環島中港通香港，裡面呢，紅色嗰啲地點呢，全部都可以去嘅，咁我就去沙田，同埋就有朋友去到將軍澳啦，咁一張飛就係82蚊嘅啫，真係勁方便。